大家好，不如我先問下，在座大家睇咗《尋秦記》未㗎？哇！幾多次啊？睇咗幾多次啊？7次？今日係第4挑戰你喎，7次。係你電影版喎，唔係電視劇版，或者唔係嗰本原裝黃老師寫嗰本書。Thank you。咁或者我哋一齊傾下，我哋其實呢套電影一講咧就講緊係8年前啊，大概7、8年。2018年。咁都好長，但係有啲嘢我哋大家都依稀仲記得嘅，因為好似依家係中二嘅，我哋講翻我哋小學1年班啲嘢。咁我哋或者可以從我哋講劇本開始先啦，好嘛？我咁大聲嘅我就係啦，一開始收到呢個 order 要做《尋秦記》嘅電影版，其實我都睇咗嗰啲報道，係老闆即係顧老闆咧，即係我哋嘅監製咧，係好想做呢套戲嘅電影版嘅。咁收到我係有幸參與呢套電影嘅時候咧，我係有啲緊張嘅。我係80後啦，所以係我故鄉即係我安徽人啦。我哋嗰陣時睇嘅時候係配音版嘅，即係我冇聽過佢嘅廣東話版嘅。咁我記得係我哋嘅電視台播嘅時候，應該係香港播之後，香港係咪2000年啊？應該係2000年播㗎啦。去到我家鄉嗰度應該係重播，即係配音之後再重播㗎啦，即係2003年度啦，我記得。咁但係都係所有人都追緊嘅，所以對我嚟講呢個都係一個好經典嘅 IP 嚟嘅。所以知道自己要參與呢套戲，咁就梗係好開心啦。但係開心之餘又係好緊張啦，即係改嗰啲電視係40集喎，如果係改點改咧？寫啲咩咧？乜都得㗎喎，咁就係仲係咁啊？定係完全唔同啊？即係我一開始即係好長一段時間，嗰陣時係未有 deadline 嘅，冇話係幾時拍或者係即係傾下，然之後大家諗下，如果做電影版嘅話，你會點做或者點做你會覺得好睇？對於今時今日嘅觀眾嚟講，我哋應該係點樣去開發呢套戲？呢個係初期喎。